咱来关心的是，南韩过去一礼拜呢是落大雨、做大水，目前上无有19个人死亡，9个人失踪。另外，互大水冲坏甲阴害去的建筑物甲设备呢，拢总是有9000多件。目前修复的进度是无到一半，万多人是走去避难，目前2500个人是还未登去厝里。 山脚的路严重受损，地势较低的所在规个乱糟糟。怪兽伫大雨当中，正在清理残骸。画面内底即个唔知啥物物件已经变形去，看会出来水呛落来力头有偌大。基基岛嘉平郡20通报17点钟内落雨的雨量是173毫米，超过1998年全国高日日雨量的记录。伫嘉平郡这间餐厅规个乌有去。 밑으로 쑥 가라앉은 거 근데 물이 여기까지 차더라고 여기까지. 근데 마침 저런 이런 새 파이프가 있었어. 새 파이프를 있는 실컷 내가 붙잡고 있던 거지 있는 실컷. 내가 여기서 10년 장사했거든요. 이게 뭐냐고 10년 동안 냉장고가 몇 대고 그런데. 南韩总统李在明日去庆尚南道的三清郡视察大水雨了后的灾情，听中建工课简报。李在明办公室表示，政府会针对这届大水雨造成严重灾情的原因来调查，同时针对极端气候提出应用的对策。这届超磅的大水雨，估是伫三清郡就造成10个人不幸死亡。这届大水雨为10日开始就无休困，庆尚南道三清郡20通报南部地区累积的雨量要到800毫米。 而且大水雨打咧落的时阵，都发生严重的水崩山，甲厝甲车路拢冲歹去。咱也伫首尔南部有一堵挡土壁倒去，有车去土石抬去，造成有民众不幸死亡。另外有一家伙仔4口走去露营的时阵，去水流去，敢若有一个人活咧。目前全国有约2000个公共建筑，甲超过2200个私人的农田甲农作物等等受损。日雨有较歇，天气又搁开始变热，气象厅已经发布高温的警戒，提醒民众预防潮沙。 国视新闻，黄文亮编译。